你有冇諗過，點解喺茫茫人海之中，你偏偏會揀中枕邊呢一個人？點解有啲夫妻相處幾十年都好似初戀咁甜蜜，有啲夫妻一結咗婚就開始爭吵不斷，好似前世結咗仇咁？有啲人拍拖嗰陣情深款款，一結婚就性情大變，好似換咗個人。仲有啲人結咗婚幾十年，對方一走，自己都跟住行埋，好似冥冥中約定咗一齊嚟一齊走。你今日聽住呢段片，可能腦入面已經彈出咗一個人嘅樣，可能係你屋企枕邊嗰位，亦可能係你已經分開咗，但你一直諗唔通點解會咁樣收場嘅一段關係。佛家有一句說話講得好透徹，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以為你今世揀中枕邊人係一個偶然，係一場邂逅，但其實喺呢個之前，你哋兩個可能已經糾纏咗好幾世。呢一集我會將5種夫妻緣分一種一種同你剖開，睇到中間你會知道你自己屬於邊一種。而喺全片最後仲有一個好多人聽完都會後背一涼嘅轉折，關於點解有啲人一世人揾唔到嗰個對嘅人，所以千祈唔好中途走開。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已經有啲觸動，可以先幫手按個讚，等更加多同你一樣想搞清楚自己感情因果嘅人可以睇到呢集片。而家開始，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真實流傳嘅故事，聽完你就會明白，原來你身邊嗰個成日同你嘔氣，成日同你冷戰，又或者一世人對你不離不棄嘅人，背後究竟藏住乜嘢因果？話說江蘇蘇州府有一戶姓沈嘅人家，家中獨子沈子琪自幼飽讀詩書，人品端正。二十5歲嗰年，經媒人介紹娶咗鄰縣一位姓柳嘅女子，叫做柳婉貞。婚禮嗰日，沈子琪揭開紅蓋頭嘅一刻，竟然愣咗一愣。佢覺得眼前呢位新娘子雖然素未謀面，但唔知點解望住佢嗰對眼，心裏竟然湧起一股講唔出嘅熟悉感，好似喺邊度見過咁。連柳婉貞自己都覺得望住新郎嗰刻，心口莫名一暖，眼淚忍唔住流咗出嚟。連佢自己都解釋唔到，點解喺呢個素未謀面嘅男人面前，自己會咁失控。呢一種相見即刻眼濕濕嘅感覺，你有冇試過？好多人第一次見到後嚟嘅另一半嗰陣，都會有一種講唔出嘅終於揾翻你嘅感覺，毫不巴你嘅感覺。呢種感覺其實好值得你留意，因為佢往往就係前世緣分嘅一個信號。婚後頭幾年，兩公婆感情要好，琴瑟和鳴，街坊鄰里都話呢對夫妻前世一定燒過好香。但奇怪嘅係，好景不常，大概第5年開始，沈子琪性情竟然開始大變，成日無端端對柳婉貞發脾氣，有時仲會摔爛屋企啲嘢。事後佢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搞唔清楚點解自己會突然咁大反應。柳婉貞為此喊過好多次，但佢冇離開，反而不斷忍讓。佢話唔知點解望住沈子琪發脾氣嗰陣，自己心裏除咗傷心，竟然仲有一份好深好深嘅愧疚感，好似欠咗佢啲乜嘢咁。兩公婆嘅相處漸漸變成一個死循環。沈子琪發脾氣，柳婉貞忍讓，跟住沈子琪又愧疚翻嚟，哄翻老婆，如是者不斷循環。
搞到成頭家愁雲慘霧，連屋企2個仔女都俾呢種氣氛搞到成日戰戰兢兢。有一次，大仔問阿媽：阿爸係咪唔贈意我哋？柳婉貞聽到心都碎埋，但佢自己都答唔到，點解一個對仔女咁疼愛嘅男人會突然變到咁樣暴躁？沈子琪自己都受唔了，佢知道自己嘅脾氣冇道理，但每次望住老婆，唔知點解就係有一股怒火喺心裏爆發出嚟。佢驚呢樣嘢再持續落去，遲早有一日會拆散呢頭家。佢老友知道呢件事之後，建議佢：子琪兄，你呢種情況唔似普通嘅性格問題，恐怕背後有因果。我聽講城外天寧寺有一位得道高僧，法號叫做淨明法師，通曉前世今生嘅因果，你不如去問下佢。沈子琪聽完即刻前往天寧寺求教。淨明法師見到沈子琪，未等佢開口，已經閉目沉思咗好耐，先開口問：施主，你係咪同妻子相處嗰陣成日無故發怒，發完之後又深感愧疚？沈子琪大驚：法師，你點知？貧僧觀你眉宇之間帶住一股糾纏咗好耐嘅業力，呢種業力通常源自前世未了嘅因果。夫妻緣分從來都唔係今生先開始，好多夫妻前世已經結咗緣，或善或惡，今生繼續延續落嚟。你嘅情況恐怕背後藏住一段前世嘅糾葛，貧僧道行有限，睇唔透全部。不過我聽講靈山之上，每逢佛誕吉日，科造會現身，開設有緣之人。施主如果成仙，不妨親身前往一趟，朝科造為你指貨。沈子期聽完，即刻決定啟程。靈山路途遙遠，佢日夜兼程，終於喺4月初8佛誕嗰日到達山下。大雄寶殿之內，香火鼎盛，信眾如雲。沈子期跪喺佛像面前，誠心叩拜，口中不斷念誦：弟子沈子期虔誠朝詔，懇請佛祖慈悲指點迷津。胡後殿內突然吹起一陣清風，佛像放出萬丈金光，籠罩成座大殿。沈子期耳邊響起一把莊嚴而慈悲嘅聲音：沈子期，你一片誠心，吾已知曉，你所困惑之事，唔可以為你解答。沈子期即刻叩首：弟子叩謝佛祖。弟子同妻子相處，成日無故發怒，事後又深感愧疚，懇請佛祖明示，呢個究竟係咩因果？你嘅疑惑需要親自去前塵之境走一趟，先能夠明白，唔可以令你神識暫時離體，親眼見證你同妻子前世嘅緣分。沈子期雖然驚，但為咗解開心中疑惑，最後鼓起勇氣講：就包個涼茶，地降2贏前1刻。沈子期再次醒嚟，已經企喺一片虛空之中，四周雲霧繚繞，隱約可以見到一啲光影浮動，好似有無數前塵往事喺呢片虛空之中流轉。佛祖就端坐喺一座蓮花寶座之上，等緊佢。沈子期，你既然誠心求問，吾便為你逐一講明。世間男女結為夫妻，從來都唔係無緣無故，而係前世因緣所牽引。夫妻之緣大致可以分為5種，吾稱之為5種夫妻緣。你且細心觀看，自能明白你同妻子嘅前世糾葛。你聽落去，會發現呢5種緣分幾乎可以套用喺你身邊每一對夫妻身上。你可以邊聽邊諗下自己屬於邊一種。第一種
叫做報恩之緣。呢種緣分係其中一方前世曾經受過對方大恩，今生投胎做夫妻係為咗報答呢一份恩情啊！殿前光影一轉，浮現出一幅前塵畫面。數百年前，一個荒年，一個窮困潦倒嘅書生病倒喺路邊，冇人理會。一位好心嘅村姑路過，將自己僅有嘅乾糧同水分咗一半俾佢，仲親手照料佢病愈。書生康復之後，想報答村姑，但村姑早已離開，冇留低任何線索。書生一世人都掛住呢份恩情，臨終之前發願來世一定要報答呢位恩人。呢一對男女今生投胎，書生做丈夫，村姑做妻子。丈夫今生對妻子百般疼愛，呵護備至，唔知就裏嘅人只會話呢個男人痴心一片。殊不知呢一份疼愛其實係前世恩情嘅延續。佛祖對沈子琪講：若果夫妻之間一方對另一方特別遷就、特別包容，唔計較得失，呢種好多時就係報恩之緣。沈子琪聽完心裏略略鬆一口氣，但佢知道自己嘅情況似乎唔係咁簡單。第二種叫做討債之緣，呢種緣分係其中一方前世欠咗對方嘅債，無論係金錢、係人情定係性命，今生結為夫妻係為咗償還呢一筆前世未清嘅債。畫面之中浮現出另一幕前塵啦，一個放高利貸嘅商人對一個窮困嘅佃農催收逼債，毫不留情，搞到佃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佃農臨終前滿心怨恨，發誓來世一定有對方10倍奉還。兼生呢個佃農投胎做妻子，呢個商人投胎做丈夫。妻子兼生對丈夫諸多要求，無論丈夫點樣付出，佢都覺得唔夠，不斷索求丈夫，拼命賺錢俾老婆使，老婆卻永遠都唔滿足呢一種相處模式。表面睇落係老婆貪心，實際上係前世嘅債務，一筆一筆喺度慢慢清還。佛祖講道：若果夫妻之間一方對另一方諸多苛求，永無止境，甚至令對方傾家蕩產都在所不惜，呢種就係討債之緣，償還咗呢段緣分自然會盡。聽到呢度，你可能已經開始諗，你屋企究竟邊一位係嚟報恩，邊一位係嚟討債？但佛祖接落嚟講嘅第三種，先至係最多人中招，亦係沈子琪同柳婉貞嘅真相。第三種叫做結怨之緣，呢種緣分最為痛苦，係前世結下深仇大恨，今生投胎做夫妻，並唔係為咗償還，而係為咗喺呢一世繼續延續嗰一份未消嘅怨氣，互相折磨。畫面之中浮現出一幕慘烈嘅前塵，兩個原本係結拜兄弟嘅將領，因為戰場之上一次背叛，一個俾另一個出賣，含冤而死。臨終之前發下毒誓，來世必定要令對方生不如死。呢兩個人今生一個投胎做丈夫，一個投胎做妻子。兩人結婚之後，冇緣無故就會互相爆發衝突，好似有一股講唔出嘅怒氣埋藏喺心底，一觸即發。丈夫發完脾氣，自己都唔明白點解要咁樣對老婆呢個正正就係前世結下嘅怨氣喺度作祟。佛祖沉聲講道：沈子琪，你同你妻子柳婉貞嘅緣分正正就係呢一種結怨之緣。沈子琪大驚，連忙叩首求佛祖明示，
弟子同妻子前世究竟結咗咩仇怨？畫面之中慢慢浮現出一段清晰嘅前塵往事。大約300年前，沈子琪前世係一位地方官員，叫做趙文昌。趙文昌為官不仁，魚肉鄉民。有一個叫做林婉如嘅女子，佢老公因為交唔起苛捐雜稅，俾趙文昌下令拉咗去坐牢，冤死獄中。林婉如告狀無門，最後含恨跳河自盡。臨終前對天發誓，來世一定要令趙文昌嘗盡呢一世嘅痛苦。呢一個林婉如就係你今生嘅妻子柳遠征，呢一個趙文昌就係你沈子琪。佛祖講道，你哋前世結下嘅怨仇，今生化為夫妻。你無故對他發怒，正正係前世佢對你嘅怨恨喺度反噬翻嚟你身上。一半係你嘅業力自作自受，一半係佢帶住怨氣嚟討回公道。沈子琪聽到呢度已經跪喺地上，渾身顫抖。弟子造孽深重，懇請佛祖明示呢個結怨之緣，可有化解之法？佛祖冇即刻回答，反而問咗佢一條問題：啱咩？沈子琪，你可知道你屋企2個仔女，你成日對妻子發怒嗰陣，佢哋喺門外瑟縮埋一角，呢一份恐懼，佢哋要帶到幾大先可以放低？沈子琪一聽，如遭雷擊，佢從未諗過自己嘅怨氣原來唔止傷害緊老婆一個人，連仔女嘅童年都俾呢種恐懼籠罩住。呢個就係結怨之緣最可怕嘅地方，佢唔只會消耗夫妻2人，仲會拖累下一代，令怨氣代代相傳。呢個惡性循環，如果唔喺你呢一世斬斷，恐怕會延續到你嘅子孫身上。沈子琪聽到呢度，已經冷汗直飆，佢終於明白自己求教嘅呢一趟，唔只係為咗救翻自己頭家，更加係為咗斬斷一條可能延續幾代人嘅業力鎖鏈。第4種叫做修行之緣。除咗以上3種，仲有一種夫妻緣，叫做修行之緣。呢種緣分係2個喺前世已經一齊修行嘅人，發願來世繼續一齊互相扶持，一齊精進向善，一齊了脫生死。畫面之中浮現出一對前世同修嘅畫面，2個人一齊喺寺院清修，互相砥礪，發願來世繼續結為道侶，互相提點，一齊修行到底。今生2人結為夫妻之後，無論遇到幾大嘅逆境，都會互相扶持，一齊行善積德，一齊修心養性。呢種夫妻相處愈耐，感情愈深，老年之後反而愈加恩愛。呢種緣分係5種緣分之中最難得，亦最珍貴嘅一種，可遇不可求啊！第5種叫做散盡之緣。呢種緣分係前世彼此嘅姻緣已經接近了結，今生結為夫妻，只係為咗行完最後一段路。緣分一盡，自然分離，唔涉及深仇大恨，亦唔涉及深情厚意，純粹係緣分將盡未盡之間嘅一段安排。畫面之中浮現出一對夫妻，一齊生活咗10幾年，冇乜大風大浪，亦冇乜深情甜蜜意，平淡如水。某一日，其中一方病逝，另一方雖然傷心，但好快就可以放低，重新開始自己嘅生活。呢種就係散盡之緣。5種夫妻緣分，你哋而家已經全部知道。沈子琪，你同柳遠征結嘅係結怨之緣。呢個緣分唔係冇得化解，只不過需要智慧同誠心。沈子琪即刻叩首，懇請
佛祖賜弟子化解之法。如果你聽到呢度，已經大約估到自己同伴侶屬於邊一種緣分，記得留言講出嚟，等第啲觀眾都可以互相印證下。而接落嚟，菩薩教嘅呢5個化解方法，先至係呢集片最重要嘅部分，一定要留到最後聽完。佛祖慧慧熱燒，一分出手掌，畫出五斗金光。今日傳嚟5種化解怨緣之法。第一，叫做懺悔心，誠心懺悔前世所做嘅業，唔好逃避，亦唔好怨恨對方對你嘅苛刻，因為呢一切本來就係你欠落嘅債。第二，叫做包容心，今生面對對方嘅無理取鬧，或者自己突如其來嘅怒氣，都要學識忍耐同包容，唔好以怨還怨，呢個先可以真正斬斷惡性循環。第三，叫做慈悲心，將對妻子嘅怨轉化為對妻子嘅慈悲，明白到佢今生嘅苛刻同怨氣，其實係前世痛苦嘅延續，對佢多一份體諒，少一份計較。第四，叫做回向心，每逢行善積德，將功德回向俾妻子，幫佢消解前世嘅怨氣同痛苦，幫佢積福，呢個先係真正嘅化解之道。第五，叫做隨緣心，化解怨緣，唔可以強求對方即刻原諒你，亦唔可以強求對方即刻改變態度，只要你自己一心向善，誠心懺悔，福報同善緣自然會慢慢累積，惡緣自然會慢慢消散。若果你能夠用呢5種心，一心向善，結怨之緣，亦可以轉化為修行之緣，你哋2人甚至可以憑住今生嘅化解，結一段真正嘅善緣，福澤子孫後代。沈子期已經泣不成聲，連連叩首，弟子謹記教誨，願用一生嘅時間償還前世嘅業債，懺悔往日罪孽。去吧，你妻子今生嘅苛刻同怨氣，並非無理取鬧，而係前世傷痛嘅延續。你要用真心慢慢化解呢一段緣分，唔可以再以怒還怒，以怨還怨。隨住話音落下，殿中金光籠罩，沈子期再次睜開雙眼，已經回到靈山寺大殿，香火依舊繚繞，一切如常，只係佢自己衣衫盡濕，臉上滿是淚痕。沈子期冇半刻停留，即刻起程返鄉。一路上佢不斷回想自己同柳遠征嘅相處點滴，越諗越心痛，越諗越明白，原來自己一直以嚟嘅無理發怒背後藏住咁沉重嘅因果。返到屋企，沈子期即刻跪喺柳遠征面前，將自己喺靈山所見所聞一五一十講俾老婆聽。柳遠征聽完，起初半信半疑，但諗翻起自己婚後對丈夫嘅諸多不滿同無故委屈，又諗翻起初見丈夫嗰一刻心裏莫名嘅愧疚感，佢終於忍唔住同丈夫抱頭痛哭。自此之後，沈子期徹底改變咗自己面對妻子嘅態度。每逢自己心裏湧起無名怒火，佢即刻默念佛祖教落嘅懺悔心同包容心，強迫自己冷靜落嚟，唔再遷怒老婆。每逢行善積德，佢都會誠心將功德回向俾老婆，願佢消災解難，福壽安康。柳遠征亦都慢慢學識放低心中嘅苛刻，學識體諒丈夫嘅付出，唔再事事挑剔。一開始兩公婆嘅相處仍然有啲別扭，舊有嘅習慣唔係一時三刻可以改晒，但兩人都堅持住呢一份誠心，遇到爭執嗰陣
都會互相提醒，呢個係前世嘅緣，我哋而家係嚟化解，唔係嚟延續嘅。日子久而久之，兩公婆之間嗰一股講唔出嘅怒氣同愧疚感，竟然慢慢消散，取而代之嘅係一份好深好深嘅默契同體諒。沈子琪再冇試過無故發脾氣，柳婉貞亦都唔再諸多要求兩人相處，反而越嚟越似當初拍拖嗰陣咁甜蜜。連屋企兩個仔女都察覺到屋企氣氛一日比一日融洽。最令沈子琪安慰嘅係，大仔有一日主動同佢講：阿爸，而家屋企好開心。呢一句說話令佢喊到唔識反應。10年之後，沈子琪同柳婉貞已經成為鄉里之間人人稱羨嘅模範夫妻兩人，一齊行善積德，修橋鋪路，扶危濟困，將前世嘅結怨之緣真真正正轉化成咗修行之緣。晚年嗰陣，兩公婆經常牽住手，一齊喺後園賞花飲茶。柳婉貞曾經笑住問沈子琪：你話我哋前世結咁深嘅緣，今生會唔會冇得翻身？沈子琪握住老婆隻手，笑住答：因果從來冇絕路，只要肯用心，惡緣都可以燒成善緣。後來兩公婆年紀老邁，幾乎係前後腳離世。睇倫理都話呢對夫妻一世人由結怨到化解，由化解到相守，呢一種緣分嘅轉化，先至係真正嘅修行。聽完呢個故事，你有冇喺沈子琪同柳婉貞身上睇到自己嘅影子？你同你嘅另一半係咪成日為咗一啲小事爭吵不斷，事後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搞唔清楚點解會咁大反應？你哋之間係咪一方成日無理取鬧嘅，另一方卻無論點樣都甘願包容？又或者你哋之間係咪相處愈耐，感情反而愈深，好似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原來夫妻之緣從來都唔係一場偶然嘅邂逅，而係前世因果嘅延續。佛祖度人無數，教落我哋嘅唔只係珍惜眼前人咁簡單，而係當我哋面對枕邊人嘅無理取鬧，或者自己嘅無名怒火嗰陣，可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懺悔，多一份包容，因為呢一切或者都係我哋前世未了嘅緣，今生嚟到就係要我哋用一份真心，慢慢將惡緣化解成善緣。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心裏面谷噔一下，即刻諗起你身邊嗰一個成日同你嘔氣，又或者一直對你不離不棄嘅人，記得截翻個圖，或者留言講一句弟子明白啦，等佛祖知道你有心受教，亦都保佑緊你哋呢一段緣分。如果你聽完覺得有啲道理，唔該幫手按一下讚，呢個對頻道好重要，亦都可以令到更加多同你一樣想搞清楚感情因果嘅人睇到呢集冚。記得收藏低，得閒攞翻出嚟聽多一次，你會發現每一次聽你都會有唔同嘅體會。想第時間知道更多因果修行嘅故事，記得關注我哋頻道，因為下一集我會揭開一個好多人都想知，但一直冇人講得清楚嘅秘密。點解有啲人一世人都揾唔到嗰個對嘅人？唔係佢哋唔值得被愛，而係背後藏住一種比結怨之緣更特別嘅因果。呢一集我哋會第一次講到無緣之人背後嘅真相。有正在等緣分嘅朋友，記得而家就分享俾佢，
佢可能真係需要聽到呢一集你嘅一個關注，可能就係你同你屋企人呢一世最珍貴嘅一份福報。我哋下集見。